曼聯官網投票已出，紅魔1月隊內最佳球員候選出爐，你會投俾邊個呢？首先係嚟自巴西嘅古恩夏，3次出場2個入球，1次當選最佳球員。巴西球員喺呢段時間展現咗真正嘅實力，整個系列賽係1-1同利茲聯戰平，開始佢充滿能量嘅1月份。而最高光時刻當然就係作客酋長球場3-2絕殺阿仙奴。第二係帕德列多古，5次出場2個入球，1次助攻，1次當選全場最佳。呢一位丹麥國腳更牛嘅表現同樣令人驚喜，佢唔單止具備出色嘅進攻能力，各項數據亦都係與出色非常匹配。特別係面對強隊喺同曼城同埋阿仙奴嘅兩項重要比賽裏邊，多古表現都非常之出色。而佢面對阿仙奴嘅入球，絕對係曼聯賽季最佳入球嘅候選。排名第3係隊長本奴法姆迪斯，4次出場4次助攻，1次當選全場最佳。雖然隊長因腿筋傷勢缺席咗對列斯聯嘅嗰一場拼角，但自西約克郡嗰場比賽以嚟，我哋嘅8號球員喺4場出場嘅比賽裏邊全部有助攻。曼聯正在復興當中，你係紅魔球迷，你覺得邊個應該當選1月份嘅最佳球員呢？